社会救助法要修法，不过伫咧卫福部草案内底，这现已所得的规定无变，引起争议。意思就是讲，你毕业了后，不管你敢有去食头路，只要你好卡好手，政府拢会认定你逐个月拢有领基本工资来去算你的收入。民团认为安尼唔对，应该爱考虑实际状况。 社会救助法有关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的补助款益，已经15年无大幅度修正。修法进度起条例，问题是卫福部提出的修法版本，依然维持享受的所得加户合计才争议的规定。有享受的所得是指散车加户的子女毕业就被看作是有基本工资收入，确实忽视就业困难度。加上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一旦收入超过上计生活费，亲像福利津贴甲医疗、主体补助全部失去。 就亲像向向全部确定这福利，洪批评是触发散车人，卫福部长周宗良出来说明。不会说一下子呢，你就刚刚有收入之后呢，那么就立刻断了所有的补助条件。这个我们有做一些调整，计算这个虚拟所得的时候，可不可以去从宽一点？好，那么让这个可以取得福利的这个资格也不要太严格。 周宗良强调，修法精神是和平自立。也拿民团组成社会救助法修法联名，提出由民众家己讲收入来代替这个享受的所得。周宗良讲，地方政府歹查证，稽查有难度，有关必须细心来评估，也讨论这个享受所得奖款认定。不过民团无同意，批评这个享受所得，和散车家庭唔敢就业，无法度脱贫，一定爱来废除。他跟家人的收入是绑在一起计算的。 他的虚拟所得会影响到他的家人，他有家人，他其实是有比较重大的医疗需求，是会需要低收入户的补助或减免，那么他就会被迫考量说工作还是说他持续升学来维持这个低收的这个资格。 民团呼吁应经由多元管道，亲像是社工的方扎，来完善补强家己讲的收入。因来相关福利的补助应该采取渐渐减少的方式。周宗良讲，修法必须考虑在违法的影响，必须中央地方合作才法度定案。希望下届会期送到立法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